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Winnie 老師，今日想帶大家嚟探訪下香港呢間名校，佢就係拔萃女書院。如果你屋企個女聰明有自己主見，英文又比較突出嘅話，受夠咗內地刷題換分數嘅狂卷模式，咁學校嘅轉學你一定要使呢1分鐘嚟了解一下。咁香港拔萃女書院呢，佢唔係名媛培訓班嚟嘅，係實打實嘅女狀元搖籃。建校8年呢，賭王家族幾代人喺度讀過，而且都係莫文蔚、周海泉嘅母校。但係比校友名單更加有說服力嘅呢，係佢嘅數據。女拔80%嘅畢業生可以入港前3，每年穩定輸出6個牛津劍橋 offer。DSE 英文科5分以上佔85%。咁點解佢可以做到頂級，但係又唔畸形呢？首先呢間學校係全英文嘅授課，只有中文課嘅老師先會講普通話。校內更加係需要學生用英文嚟做交流。不過家長又唔使擔心小朋友跟唔上，因為學校佢會實行更加科學嘅分層教育。佢會根據呢個學生嘅學業進度唔同，將學生分為 A 到 G 呢幾個級別嚟適應，可以提供唔同嘅師資啊、課程啊嚟令到佢適應得更加快。全人教育咧又唔係一句口號咁簡單。佢呢間學校咧游泳隊連續28年奪得港九冠軍，仲攞咗合唱團嘅世界冠軍。家政課咧仲設有法式禮儀啊、插花啊。學校想培訓嘅係能夠攞到 A 星，亦都可以攞咪上台嘅學生。喺呢度培訓女性領導力係底層代碼。咁呢個老師咧，最後想講下，真正嘅清醒係盡早睇清孩子嘅跑道，成長需要嘅係地圖，唔係更重嘅行囊。香港插班其實並唔難，專業嘅規劃真係行少唔少嘅彎路。咁大家仲有啲咩想了解嘅香港學校咧，可以留言評論俾我，我到時候可以仿效俾大家。